哎呀呀，各位聽眾，各在人歡迎人到底來收聽邊個福建的一對一的訪問節目。這禮拜咧，我請到我的老朋友到底來甲我人拍課。這老朋友都是我人的老鳥珊瑚，歡迎珊瑚。哎呦，黑暗者，黑暗得嘅。哎呦，要驚！歡迎珊瑚。大家好，我珊瑚。真歡喜啊！見到你啊，真久無跟你講話。誒，其實我真人好，我上個是真久無看到你本了啊。聽到 last time 咱其實有拄面過。平時到你對來咯，早幾日都對來是到我無誒。所以特別我所舊今年對來我你無拄到我啦。特別早一年，聽到我到你我未記本了。嘛是 New World Park 咯。啊 ，New World Park 是早一年啦。誒，無啊，我早兩年啊咯。New World Park 個早一道，頭一道到 New World Park 是有拄到你。然後個第二道去 New World Park 禮拜是無人來，可能在7個人來。啊，是？哈，我唔知哦。我想講第二道 New World Park。個一道未過來，無人知，無人通知，無人知講有事，所以無人去。所以誒，等我看幾多10個人看，佢就講同嘅。大家等陣一句聽咪 Selamat pagi dari Pulau Pinang 話你看一個 Selamat pagi dari Pulau Pinang 聽咪喲。哎呦，OK，了個有所以大家若是收聽到看到人咧，會使無啥物物件要加補要問珊瑚嘅物件，會使喺度啲 chat 去，然後我人甲來開你加補埋 message 甲人講，所以吼無一道後要甲你講起，我啲想啦，我毋知啦，你是毋是邊個福建頭一個聽眾？聽眾是毋是頭一個我就唔知啦，但是我知是你頭先講咩條風㗎，你朋友都講話了嘛。了過了是我甲即叫咩阿生甲啥物啊？我兩人是頭一集咯，外邊咯。哦，阿生是頭一間啊，阿生。我嘛唔知，我唔捌看過伊本，了過一集過啦都無聽到伊聲咧嘛，嘛唔知阿生是啥物嚟。所以我不未記啊，你會記下到隻 episode 是做起哦。應該10幾集嘅事啦，因為頭到正10出集是你甲你朋友對，又幫人卡曲嘅嘛。佢諗啲10幾集啦，12、30個，差唔多咧，反正是啦。特別好看啊！然後你特別你聽到 online 時，你就聽起嘅時，你是唔是到啲？你安怎找到邊啲福建？是唔是到啲 online 聽到，還是安怎找到邊啲福建？是你講嘅嘛？你未識，你是邊啲福建未識過？所以 online 時我哋講下。你聽 online 時講你講，你講，邊啲講下，你愛做一個福建嘅一個 podcast。然後你大家DC 愛先 start 啊，咩係咪叫？咁啊，翻幾廿個月後，你較看到邊啲福建出來嘛？你嘛冇 start 聽，然後聽到你咩接連話佢邊啲啊，佢巴海，你同你巴海過來啦，你是這誒對唔對啊？我講咧，我讀法人嘛，所以我講接連話佢巴海咯，你讀巴海，你接連話佢邊嚟？這樣話佢變成 island 啊！這樣啦，你佢都咪 start 就慢慢 start 聽起咯。你頭幾集啊，頭較 active 啊，較有做嘉賓啊，幾若你夾笑咁樣啦。你會記你聽到做參一陣來，但係你講阿生，我想冇咩記啊。你我未必看到小英會記，你會記講你。起來 join 時是有別個到別個嘉賓得一個啊。頭一個是我家孫落嚟咯。哦，你可以記哦。10幾 episode 後嚟講。10幾啦，10幾12、13是10幾啦，我係記是10幾集。OK，好。Because 20年啊。tsunami 是頭一個 OK，等我看若是講10幾集嘛，已經是都要頭一禮拜一集了嘛，所以 maybe 第3幾集了可能。
第幾季節？因為我記得是差唔多是6、7季 start 了。嚇對，還是了對啦，三個月過10幾集嘅時候，那個發用 recording 嘅嘛，不是。還是我個錄做隻 recording 是人是唔是用電話？Skype 了嗬，人是用 Skype 了啊。I think 我教你曉紅嘅人嘅時，嗰是用電話。還是我用拍的，即係拍電話 phone 夾拍電話可以用嘅嘛？哦，未，我是用 Skype 嘅。我看20幾集，阿龍20幾集啊，我記10幾集。20，當今我可以看到啦，是20幾集，是阿龍已經做咗，伊個帶隊叫做阿龍鬥阿崩，阿龍鬥阿崩，真係好屌阿龍，哇！我頭嘅故事，客家用到好加達布魯哈，加達布魯嘅麻子 recipe 個。嗱，如果之前講Amanda，我講 long time didn't join your recording。14集。哎呦11月15號2005。哎呦，可能好啊 Super Chat，感謝。喂 Super Chat 好當今我會 system 咩？ Super Chat 會變紅嘅喎。聽到是我 set， 但是人好啊 Super Chat donation 時我會變紅嘅。當今我 system 咩？你會特別做下你另外一粒會係變紅。แล้ว我計你今日拍落講你攞喎，人哋做你都當是啥？我特別 program 喎，我被 program 過嚟做呢事，噔啊！感謝。你冇得俾一個錢嘅，你唔要緊嘅，人哋當是啥？我特別在卡住 ，actually 我有就唔使倒落去到樓頂咗，我就喺度搶嘅呀，我就喺搶嘅嘛，有個人攞你一個搶，攞你攞刀搶攞刀。感謝阿薩古yuki，感謝OK，喂，講咩？當今 anyone here 九月咩？當然9月姐啊，9月姐。哦，當然是9月啊，你快要掉定住1月啊，中秋月啦。Hello，當然就同人9月啦，中秋個買過啦，對唔對？Oh my god！แล้ว這咪咕I'm 大背昂 ，hello， 喂，記錄到底頭掉落嘅是錄到底頭掉落，到底頭掉落嘅記錄嘅頭擺時，係 First Avenue 嘅。其實我講到對，แล้ว你除掉我就會 try 啲除你古 episode，so 你想看啦，你起來本來學見嘅是阿格，你會記阿格幾年嘅啊？還是？你是講我嚟講頭刀嘅事啊？嚇，2005年咯。2005，對。我同你看掉你 old episode 嘛，你 website 會14集咯，我 start record 嘅咯。哦，OK，所以我就會記我嚟看14集，就是幾個月嚇？是11月15號。11月15號，Mr. Jaws 阿 Sen 哦，嚇對。等下放嚟聽下就係看，嚟做下好多聽啊。係啊，就把會。今仔日我無 K 嚇，今仔日無 KE，個無曉風，今仔日我攞隻另外嘅面啊燈。來頭一條魚是一個，今仔日是特別嘅嘉賓拍入來誒，變成福建啊。So 我是阿 John，然後嚟自我介紹就你即個虎星嚟虎星講。是個山虎啊，唔係我是山虎。講下大聲。大家好，我是山虎。講下大聲，然後山虎佢一個就最個。Hello， 頭家好，大家好，我是mermaid。應該大虎啊，咪mermaid咯，你平時咪是大海底個我咯。山虎後你隻咯，係定？
大保護我是保護。保護啊！即是頭隻 episode 14集嘅時上好起來，誒，看阿生咧，我叫伊變能驚喎，誒，一嘴嚇，誒叫阿生哦，我想冇咩起喎，阿生嗱，你跟我聽到，後尾甲我 contact 我，OK email 我，佢變咗學見到嗰個網頁甲我講，還是 comment YouTube 會 comment 你甲我講，阿生，你唔捌嘢啦，誒，嗱，你唔會啊，守護到得啦。到海邊，海底，係咪係幾係死啊？檳榔，我檳榔嘅海，檳榔 bridge 上面嘅底。最初是叫地啊！一直住啊！唔知，因我唔捌看過伊本。哦，伊哋嗰一站呢，一過咗就冇聽到伊聲。佢哋14出啲 episode 叫做 Mr. Joss and Asen Call In Show。哦，即 Call In Show，誒，這個是 Skype 喎，You sure 是 Skype 吧？所以 join 時時候，咱往外啲用 Skype 啦。係。所以我只有陣時 start 起嗰度叫傻虎，攰得特大力人來，嗰度第一下就嚟驚面啊嘛。對。誒嗱，較早隻 episode 嘅時候，講我那叫嗰啲人 call in show，哦，即係話你講下，你是頭一個 call in show 咯，頭一個 call in show 嘅 guest 咯。是咯啊！你出呢個了嗬，我有報告講啊，叫你人那是就有興趣要來 join recording 來先來。有啊，即是11個月背後時我報告講讓阿來了。如果是啊，嗱只13號 recording 咯，嗱定先。你看條本，你看上個最好。啊！即係啲 Sunday November 13號 recording 9點到12點。誒，我呀，誒，了個冇想我哇，我禮拜一個拜六，人做我13號啊12號啊13號誒。美國時間嘛，根本。哦，我 list 冇想嘅點聲，哦，個 Australia 嘅點聲，但我看下我報告咩，即係講話啊對。來聽報告，今日聽講，我是阿 John。今日我被報告一特別嘅新聞啦，新聞提要是講，那是最人被參加來錄我人錄音嘅時，就被參加呢。你人會使寫 email 好啊。我這個禮拜早起11月13號。馬來西亞 time， 檳城嘅 time 是9點早起到個下晡12點。那是就人要參加我人錄音呢，你人會使寫 email 好啊，好啊，你人嘅電話號頭你 handphone 啊是會使，厝嘅電話是會使，你好啊了我哋拍電話。哇，我拍電話好你人嘅。有哪拍有哪講。我用 Skype 嘅，都唔得用電話。你那是你人是because 美國嘅呢？美國嘅 time 是Central time。Maybe because 你有 Skype 嘅時候，那是你冇 Skype 人，我加嘅電話，所以你有 Skype 我知道到啲 Skype 嘅 phone 啦。特別你聲咗呢，安尼成個電話有嘢。我聲咗上電話，我唔知。你錄音嘅時點啊？點啊？錄音嘅時冇聲嘛，好似用。notebook 嘛，好似用 iBook 嘛。我看你聲，係啊，講假佬咁樣。喂，然後特別定當我 before 我 start 邊呢個件事，我開始到啲 online podcast 時，我俾講好嘅話，我就講好嘅話，我俾講叫下去教你幾條出邊嘅人講。刀豬。哇！葡子好嘅是叫咩？葡子嘛是葡萄嘅條機。猴子，哎呦，小 K 定到背先嘅，咱冇會想啊。了嗬 ，OK，咱講到對路，了你會定到個基本就 podcast 喎，記。我頭想喺做 podcast，因為聲冇夠搖嘛。聲冇夠搖，做未成啊？做未成聽落嚟咯，個基本冇喺聽啊，你講別人喺聽咩？所以咪冇做咯。特別你幾時 start 你做你變成 podcast 是幾時 start？ 好似我用 Mac 是 Apple start 係 promote podcast 嘛。
哦，然後買到 Mac 咧就 start 去做，就podcast 安尼款物件，那麼 start 去用。哦，特別你是除掉邊啲學嘅性格是？無 online 先。無，但係你還是 start 做 podcast 是邊啲學嘅我未有過呀？無個，我是 start 到學掉呢。嚇，有 post 一兩年過，就無去做咧。I think 成個是個有過，你在你邊啲 podcast 個有，就是。無咧，佢是用 blogspot 嘅嘛，我 blogspot 咁砍掉嘅。哦，誒，特別係講到啲Apple podcast 係除掉嚇。我無理所嘅，哦。OK，好似是細隻 test 嘅嘛，我唔加咧，人講唔加去大舞台去跳舞嘛，講大金崩嘅咧跳嘅。特別即係變成OK，都我看我啲定到人個齋 OK，all right，so OK，當然嚟歷史講了特別我要再錄就冇歷史啊，錄我白聽錄安尼古嗰邊咧學緊參加呢古啦安尼這年嗬。先到情況個年紀，特別我成間無咪在個路頂到即係較數錢特別講所謂惡淡薄，但是你賣講嘅物件咧，你講哎呀賣講啦，係咧 ，OK， 我咪惡，所以再講下你定義，舊嘅定義 A 頭嘅，你有 A 頭。你會記得舊嘅定義，你會記得頂到嘅定義好未啊？有啦，當然定義嘛，嗰度寫條嘅。你寫條你係舊嘅定義。即後尾新嘅定後尾又寫條舊嘅定義，咩嘛？然後講起 OK，山虎除掉，特別頂到山虎安怎你除掉 online 呢嚇？我是想要做 podcast 嘛，所以就是直直去看人學人咯。OK，那嘛唔知真係說到你 online podcast 嘛。哦，然後就聽到呢個聲，這聲梗係sexy呢嘛，聽咯。人哋那朋友都講，你是檳榔人嚟喎，夭壽，啊真係檳榔人。特別你見我有寫下，我有寫講我到底檳榔是。冇都冇聲，我唔知是 message 嘅，個聲有別啊！你度講起度邊甲講起，你都講，都是檳榔人咧，福建話，你都講你做一個福建podcast 慢慢咯。OK， 所以你除你，咱講唔係講 podcast，暫時咱講未講你嘅先，你是到底北海嘛？大沙卡。你是大沙卡 ，OK， 大沙卡毛毛菇上。對，伊甲我厝離無遠呢。是啊，所以你到底大沙卡細漢個大漢，到底大沙卡？對。所以到底大沙卡出世到位？大沙卡。大沙卡出世到底大沙卡係大漢？對。當今你個大沙卡？對。我頂啲時候響。就聽到一句 podcast， 聽到一個聽眾伊名咪做大沙卡，伊到底想地，對，即係一定是 after， 就是伊名做大沙卡，特別到底想地，伊是邊個人特別到底想地，所以到底大沙卡大漢你睇咩學堂？新班八，新班八中學，安怎無到底大沙卡去讀誒？因為呢，我大位。真正我新班八嘛，第一我就是新班八啦。所以你因為你是算咗大沙卡，特別你看我新班八。對，我是住咱叫威中噶威南嘅嘛。OK， 我唔知大係你嗱我未曉。欠咗台。對。威中威南 ，OK， 所以你新班成日都海甲海邊啊，嗱，你就跳落去就是海咯。所以你是大邊小學小學了個中學是新班八咯。滿上啦。了你到底下邊是中學了 ，OK，after 中學咧。即係你有去讀車到咯，嚇，到底讀？我呢就去布拉迪古斯咯。
bloody good 我阿弟嗰陣時叫咩名啊？司馬過呢出嚟叫。哦，會記，當表真係人唔知啊。哦，啊老人嘅知，司馬過呢知。你倒去啊嘛，司馬過呢。哦。誒，你特別較早個，我細漢時，所以你細漢你有出來內面到啲大數卡位，你有家庭咁樣款，都做兄弟啊。哦，過嚟知一個門。哦，誒，今日你做答波啊？啊，好啊，咪是成牌哦，成家公哦。嗱，你話公入邊咯。所以你是當今是你是生了4個仔啊？不，你有5個仔啊？了報到一後生喎。哦。然後呢個報紙你看，佢看嘅就係個報到仔啊，對。結果報到一個查某。小報係你咯，你成牌啊？未啦，佢擺拍咪拍。你拍唔講成你啊？冇。I mean, yeah, I did you go? We gonna scam before. I believe he gonna scam before. I mean, yeah, I 唔知喎。I mean, gonna scam. 我講冇誒。because 你我到啲 chat 你去到啲，特別有你是到啲，有你到 YouTube， 有你到 Facebook， 特別你未看到，我係正你看到小細你啊，你到啲電話。未啦，看冇啦。Facebook 有咩 ？Facebook 嘅 group 有呀，但是錄嘅。Facebook 到啲 page Facebook.com/Penang Hokkien。所以是5個字一個小妹。對。讓第大漢字是幾？我第大漢字幾錢啊？細漢字就幾錢啊？哦，細漢字就幾錢了，所以但你幾歲？你無咪即係講成白啲啦，你細漢嘅。冇啦，我搞嘅第二字淨差12歲。12歲，了大字咧？你大字？我大字歲起來應該是14歲啊，你講。14歲。所以你幾歲嘅時伊幾歲了？我都未出世。你都未出世，所以你是唔捌拄過你大字啦。哦，OK。所以但係咪是伊咪是捌你個食少年嘅咯？幾時是十幾歲呢？咯14歲。伊冇伊幾時是嚟幾個月呢？哦，所以 baby 都幾時了誒？哦，I see。了村嘅都是兒子咯，兒子。對。了你兒子大你講大你12歲。對。了村嘅其他子啊個本是差唔多安尼隔幾歲攞3歲咧？8歲啊，8歲、10歲、8歲、4歲哦。OK。了你出來家庭安怎？成講你嘅爸媽做工哦，還是啥物？你講下，你出來家庭。我爸過身了嘛，幾廿年前過身了，了剩我媽咯。所以你較早你細漢時，你爸就過身了。冇，幾廿年前呢？最近，OK，爸你最近，OK。但係媽個啲爸過身了啦。แล้ว頂到嘅是你爸做咩工嘅？飼雞，我係細漢時是，我係爸飼雞。哦，到啲本是到啲我大數卡邊啊，到是大數卡。我這邊飼雞，然後細漢就到雞寮邊啊大漢了。哦，แล้ว你就會去成個鬥飼雞啊，啲咩係食雞寮啊，咪講甲雞拍尖咧喎。雞拍尖有啦，雞拍尖有，飼料就免咧飼料。頭我細漢時是用人手了較大咯，不用機器了，所以機器就免去飼啊嘛，要拍尖了咯，把佢拍尖。แล้ว你飼雞是白雞還是女雞？蒸雞。蒸雞係咩意思？蒸雞就是伊做拍蒸嘅啦。拍蒸嘅啦。雞頸了，賣雞頸咯。OK。所以是，成日咪是你厝咪是有成個咧捕雞嘅咧物件，
你成個布唔是布嘅，你布內布嘅件誒，你 incubator 呢嘛是有哦。因有正大，一些 machine 較大，正較大嘅啦。哦，แล้ว你細漢時到處到邊到啲計了邊做工特別，哎呦，時間歹聽咧，到啲計了做好貴，你無你到啲你爸邊伊個計場啦，人講好吼，伊是你就去鬥下手，了你鬥下手是要去做咩物件咧？無定釣迄當時正做啥物拍雞針是嘛？比拍雞針無嘛趕雞啊，咩物件？趕雞啥物事？因為你若是拍針甲雞拍針，你趕伊去一個位嘛。哦，gather 嘅人啊。哦，แล้ว你去趕樣成好像 group 就一隊嘅可能。然後所以你會知講蝦米雞拍過無拍過，你就拍咗針，你就掂過另外一邊咯。哦，你嘛知講一邊另外一邊伊是拍過，有一邊未拍過。都就有半講係拍過嘅，就免拍可能。對。你成日歡喜成講老咗，哇！真正趣味要去佚佗到啲迄個正自己嘅所在上面物件，這樣子。佚佗啊？哇！就講哇，只爽嘅物件，只無暑假嘅物件，啊不，只暑假，叫做只歡喜都要去做物件，就不給使啊物，無暑無會使炒嘅，無咩人會動嘅，會使。我知。會使冇人會動嘅。伊味只差嘅。伊味只炒嘅，因為我細漢味較大嘅，無正差嘅。少嗬，你只味袂掉嘅啊。不然無咁味垃圾咧，然後個河鮮死白濟。我一朋友本是，伊是飼雞是飼女嘅啦，所以伊呢一條等咧，一排去 Q 一類嘛。所以我實擺去伊個厝本是，我知有關係啊，唔是講我無是無關係，就講我知講伊個味是只重啊，攞去記曬味。少，你到厝內面你食飯本是上嘅，你淨食飯啲河鮮，咁多時使嘅食咧，有。但是關係啊，你細漢就是喺無正差。對。但是成個唔捌看到嘅人哦，你感覺哇，該垃圾咩？河鮮啊，你借啦咩啊？特別你細漢間大漢都無清茶啦，是講。因為你過了邊啊哦，河鮮就是借，你無吃掉。對。你無吃掉去趕伊啦。是，你趕袂了，你伊整伊個了。你整隻掃過，你掃過咧就過來誒，你掃來掃，所以你一邊食物件，你手喺一邊掃。你捌食過河鮮咯？我唔捌咯。你會食咁這個？你無咧驚人個啦，無咧驚人個。而且我一個講咪，Tammy 有講 ，my friend's father also do chicken business and slaughter chicken to sell. She says she can see chicken ghosts because too much slaughtered chicken. Have you seen chicken ghosts before? 你捌看過幾鬼啊？特別你都冇睇，你都冇睇。我冇睇嘅，所以你未看到鬼嘅啦。那個 chicken ghost 頭到條 chicken ghost 喎。很那趣味哦。但係有你畫面上面頭你甲我講過，先生到底全世界一道見你冇個拄到路誒。睇面連伊在 chicken ghost 上做款哦，那個邊意外，KFC 啊，可能出來。我講，然之後，食。chicken ghost 出味哦，係啦，幾鬼？你叫你朋友嚟甲我講就啦，幾鬼錄音咪是乜滯？係咯，錄音錄住就講幾鬼，咁鬼故事講住，唔捌講到 chicken ghost。係啦，我唔得個 chicken ghost 嘅。OK，所以你到處你成日講你會記你，當記你一間舊厝啦，你still有大邊個你厝啦？冇啦，冇想，飼雞嘅所在冇啦。頂到攞是飼雞位是做徛家本，還是另外？對。做一下啦，頂到是。係做這。了，你會記上講，他其實你幾歲嘅飼雞點先？
我未出事以前，我爸就到市街啊。哦，所以已經做落嚟成年了。了我過了就是我一出事嗰時就是當醫療卡嘅咯。แล้วดูต่อ下邊教家幾歲，你成年就教到畢業啊未有？中學咯，到中學時咯，就帶我家己新村嘅地去厝了，就搬出來咯。OK，一開始就冇自己啊，還是都冇大上做嘅，still 做啲技。冇大上就啊，我個 still 自己，我冇大上冇大邊嘅，搬出來咯。有啲細漢嘅時做囡仔時想做歹勢哦，照計哦，怪傑哦，教讀冊哦。有當多幾條卡無情嘅，一時嘅早起早就看卡頓。早起睇看卡頓對咩嚇？啊，真爽誒！我嗰邊因為我邊圖書館正畫閃啊。哦，你是看閃卡頓嘅啊？你唔係有講閃話咯？閃卡頓誒，然後自己哈，你看誒，我嗰幫看誒，哆啦 A 夢是講閃話。哦。啊，了，因為我正畫閃嘛，了嗰幫我這邊圖書館是你就正熟噶。嗰啲 A 料啊，嗰啲 A 料，嚇對，係好骨呢嘛，A 料係喺對面。係好骨下呢，咧係滾哦，你就燒到上大啊，就話。哦。啊，你話係自己滾咧，就早起就開到就是看卡頓啊，擺落禮拜看卡頓就是看上大卡頓嘅，好似美式大乜嘢嚟？我未開過，聽得問哪裡呢？RDM1、RDM2，有乜嘢卡頓啊？好似。少。我未睇過啊！你上面卡頓就是袂好看，啊唔知講啱咩啦，你卡呢，然後你爽嘛看卡頓，啊，有趣味，爽，但係當然冇啦，我看冇啦。當然都比較 YouTube 啊。所以你想下，你想招呼啊細漢嘅時，有後面物件你想啊，哇，真想起來真爽咧。呢個正爽嘅，你記得咩？獵虎咯，細漢時多是種嘅，是海還是江？哦，是浪膠。他啲浪膠釣虎。唔是釣虎啦，是獵虎咯。我獵虎好似怎講啊？啲浪膠有差唔多10幾尺深啦。然後即是無卡咩哦？無卡咩哦？無卡咩？以前山水流落來嘅浪膠。所以清氣嘅。水正清氣，然後正冷嘅。然後那邊正濟虎嘅，我隻影就是獵虎了。然後無呢，就是半暝嘅時，用我哋大人佢了就去掠水雞咯。本是上嘅就浪膠嘅。上條浪膠，真濟，我面真濟，掠虎掠，上種掠虎啦，打啲掠小花虎啦，打掠咩虎啦。你掠上咗掠係到啲棍類嘅，係咩？係棍啊，你掠假佬啊，嗰時係咩？假佬去搭背水，一看掠掉起來係到啲棍類。對，然後我係叫我手去掠時。伊當時深入去嘛，伊即個手機啦，嗰時咩啊，較深淡薄嘅嘛。你看哇，這隻介水鳥蛇喎，我咧就想去獵咯，結果是抓來啊！哎呀，夭壽啊，叻噶，咁樣走噶。唔知整下咪鬼啊啦，只是佢走就掉啊，好笑。嗰時咧，當今那看你物件成個只少，新一代人對迄個大隻金崩啦，都無去做那物件獵虎。當今正金崩都無咩人愛大啦。是，我記獵虎，我是捌獵虎獵蝦，不如往厝嗰邊，嗬。你伊是江啦，伊毋是浪溝啊，是江落來了，往去江為坐條，你知伊無深嘅嘛，坐條啊，夾隻架佬呢。喺搭背過，你嗰時看到透明嘅嘢係。對，你一夾對去行到啲一湯嘅，一夾對處，我夾對處咧行到啲位水底那邊黐個。是咯，古講就是安尼個咯。正爽嘅水個冷嘅咯，但是落幾雨啦，哎呦，你水也是人拍緊叫啊。咦，水正冷嘅咯，你對，實生嘅呢。安尼看哦，了七早八早嚟去讀冊時，古講乜有熱水，
古邦就是很零零長落去誒，誒較好啊！當今都冇看，當佢人浸成水，當佢興做啦。係咧，應該阿摩地搞誒，你做緊講做下健康，浸到啲生水，然之後盡快你浸到這份精咧。啊！長零水是當然就係興嘅，我冇阿未單。到邊個？哦，係，因為到對咱古邦嘅年代，就是咯，叫佢掠虎掠係，叫嚟咱正金峰大嚟啊嘛，你山卡大嚟啊。你頂到你參嘅朋友是參住樣，細漢嘅事，細漢參小學咯，小學貴小學朋友啊，小學朋友貴了就，其實我都唔對啦，因為我小學朋友我去中學嘅無上中學誠濟，所以都誠濟，佢都無聯絡。細漢時乜有，好似乜嚟有寄地址啦、寫背啦。因為我拍生哦，我哋老朋友。然後就古邦較無啦，然後就中學嘅加少聯絡咯，小學一頭無聯絡啦。哦，你有啦，較早幾年都。你 Facebook 有啥人隨到你哦？是 Facebook 隨到對。哦，但是我呢連呢，我呢識咯。我呢識。啊，都啊 hello 呢。了，你嘅你甲你嘅厝內遐店啊，到一個個親個咯，正差呢這回事啊。咁你小妹咧？差唔多嘅，我感覺咁樣都差唔多。咁樣冇咩正差。你嘅爸你麻鹹喎？啊？你爸甲你麻鹹喎？樣對家己只鹹，唔是鹹。伊想加時你是只鹽哦，成日講好鹽喲，鹽即係佢無嗰啲紅字就出來就是條電啦。哦，古邦人加囡仔就是夾電話講話啦。成少成當然嘅，係一條講話冇啦，古邦我嗱講話，講是電話甲你講嘅。所以你驚你爸較濟是驚你媽較濟？驚我爸。哦，講話，安怎？物件是安尼嘛，一個做烏面，一個做白。啊，對。做我爸就是做烏面嘅嘛，伊夾電話拍。แล้ว你甲你爸感情安怎？OK 喎，嗰 OK 喎，我頭先係借條講話本嚟。大漢了啊，佢大漢了啦，中學啊，中學去大漢了就較講話。因為中學時就無條拍啦嘛，小學較條拍。中學時就冇人睇啊，關係啊。你媽到下手你爸是家己做工還是搞厝你自己啊？你厝咧？上個就是白白是結婚啊。OK。有幫細漢就是冇白白就是飼雞，啲囡仔就是下多雞寮自己家走。搏倒又好，學狗教又好，甲狗佚佗又好，啥物又好，就是會咁幫啊，就是幫你去家己走就對啊。你到底你厝內人到底遐邊嘅是亂，是愈怪細嘛？你是還是你？第大漢應該十幾歲，所以講隔了做一個大，兩個人啲個六，你講你個四個差唔多6個。大幾人啊？8人啦，你幾間厝人是8人啊？還是7個？係做4個、5個、6、7、8啊，8個哦。然後你厝內安怎講？因為房間只濟，還是做在客少？古邦嘅厝嗰咧就是。塗骹愛去面床，就是一個差不多3尺懸嘅地板嘅嘛。所以地板就是鋪落去咧面，啲地冧就是甲了影，就是甲了困做者啊。做在困啊。然後就係嗰門外口爾，3尺懸嘅咧，咱就是規班就是困落去。然後你安尼規只遐寂寞，你只甲你小妹甲你做者困。有陣時安咯，古邦嗰度就是一間房間鋪落去，就是會困幾人，就是困到摸摸嘅。然後你到底遐邊時捌聽幾個故事啊？我一落來無咩看到鬼嘅。
個無雞龜，個無非普通嘅龜。我雞龜又唔捌看到，條龜都唔捌看到阮。แล้ว綠馬咧？綠馬是較少咯嘛？我嘛，還是有較少咯阮？我嘛較少啦，我嘛較就是就講我把拍咧，我嘛唔少。較濟時咧，反正行情啊。一個拍一個少啊。是安咯。你會記你到細漢嘅時候是亂食物件，咱講係食物件。你會想起你到後面食是食咩物件？豬食啊，有蝦米物件特別嘅攏食物件，你會記？細漢出來。特別嘅龜子咯，逐日食龜子咯啊。攏家己嘅啊，家己種，還是自買？買阮有家己有咯木瓜啦、金蕉啦、咩啦嗰啲，但是古巴嘅龜子便宜，古巴不多1塊銀幾大噸啊！我逐日食龜子，我食到好大。嗰是龜子馬來哦。我龜子賣，我嘛逐日去巴薩就是買1塊2塊嘅龜子回來啊。哦。龜子馬原來，當今咩？當今嗰是家食龜子個。有啦，但是無像古邦安尼食安尼濟啊。當然，龜子阮是一個貴，阮個龜子當然龜子貴，了個毋知啦，落去食，誠濟，你感覺食濟誠是都無好啊，當然話龜子。即甜吼。在拍麵藥嗰啲濟啦，了家己種嘅本少啦嘛。古邦飼雞是4雞種，好似種木瓜啦、金蕉啦、榴蓮啦、阿摩丹啦、蜜柑了有啦。當然無啦嘛，幫你出來啊就無種呢濟啊。你會記你到啲小學讀冊時，你當時怎參朋友，係咪個了有你學人bully，還是人bully你係咪啊？小學時。小學無啦，小學無bully，但是小學有幫是迄個茶嘅幫嘅classroom嘅咯。你班嗰是茶嘅。當然嘛，甲有阿毛，會，當然幫嗰啲嘛茶嘅，一盤茶了頭頂起，嗰啲是幫嘅。當然無啦，當然喺小學無啦，路甲了起過啊。你塗骹是阿毛會啊？了搭邊啊搭班我嘛有當，阮是來看我記。比如古邦有當小學當人學差唔多咧，反正款上嘅一半幫比起嗰啲幫，了幫什麼？幫啊？wood 啊？幫啊，佢是什麼？你講幫，net。像以前咧鐵線棒嘅咧，可能係鐵線棒，對，可以同行啦，係同行。對，梗係同行。古邦較濟咧，款啊，古邦嘅條件無咧好嘛。個凊彩。古邦嘅生活上咧款啊。你物質無咧好咯，古邦只個。特別我是真歡喜啊，人你感覺，但是咱老實講，雖然你是感覺古邦啊歡喜，你在放學對伊會去掠魚啊、走啦，看到蛇走啦，當然嘛有。當然對伊就是簡單啦，無生活吼。當然對伊就是電話，看 YouTube。咱古邦甲干nature哦，甲自然較有。啊咯，甲當然古邦啦。無穿鞋一世界走，無事誒。古邦囡仔較勇啊，就安講啊。有一世界走，無穿鞋就是一世界走，落雨天也是啊雨甲安怎嘛是安尼款爾。掠小拍魚，掠落雨天愛對厝，佫一撮落，嘛是壓。當然誒，有誒囡仔壓着2點爾就解啊，成個紙糊啊。你去中學誒時咧，去中學過後了，安怎有成個？你講你有咧小學朋友無成日上班嘅，假如做在去中學做在咩無？少，因為無上所在，會走去北京。你變做啥就段起來，看你哋小學朋友，你中學朋友咪覺得特別頭白開嘅，頭白起嘅了。
咋是咯？所以變咗看無呢，你想講新朋友啊嘛？哦，然後咗中澳成灣咗，中澳生活，刺激阮咯！我讀嘅學堂是派遣學堂嘅啊。哦，是。啊，以前拜五差唔多啦，差唔多逐禮拜五，你就看到長人拍飯啊拍景啊，景啊拍長人。有呀。伊大草坡啊，你就時間就到，你就大班咯。你都看落班嘅人就咁衝嚟，就拍箭啊呐，啪。特別嗰啲上學堂嘅，還是冇上學堂？上學堂嘅。哦，上學堂阮拍甲亂。拍甲亂。你去中澳嘅時還是唔是東南澳啦？你是雲南澳嘅。哦，特別你探塔東南澳，探塔。有塔東南。哦，你有塔啦？我塔。哦。你拍打你拍，你看佢拍嗰個叫做咩啊？discipline 嘅先生。嚇。伊都講話頭先講話咧，就人都後尾行嚟拍啫，แล้ว走啊！嚇，學生啊！學生拍先生。學生拍安怎拍啦？即係學伊是嚴格講伊是安怎啊？個手闊咗，拳頭冇一粒正嘢咯。喲，你有無數啊？就 wrong school 咯。哇！你又等好了，你又等14。你就識嘅啦，佢啲小牌啊。แล้ว你是參人去拍啊？還是我看你過鏡面啦冇？未啦，咱唔得驚人拍，咱會看到啊嘛。我知我看出你款。咱個讀冊嘛，你哋拍鏡冇咩讀冊，咱哋功課可以抄就好啦嘛。哦，你哋有過啦呢？哦，OK。冇人拍呢？所以你成日小照講下啦，讓個你抄你功課了，讓成日講咩好抄都講啊，對啦，乜人拍嚟啊？你有聽到是有人bul理哦？我等佢。有人bul理真濟啦。嚇，安怎人bul理你見怎？小bul理啊，小拍啦，小拍濟啦，แล้ว冇就是可能嗰一項物件真濟，都常常。讀冊讀一半咧，你番仔查某伊就形成起來大。我知。成個成個入龜你看你嗬。人講是入龜啊，你叫人來念經咯，念。常常咧，有當時跳就你一直傳一個哦，一個傳一個大邊啊，都就驚嚟咯，頭是驚啊，久了就關事啊。你 hysteria 人個，我冇聽過。即係韓拿等較濟，唔是韓拿查某較濟，韓拿查某個了，查甫真正少，敢若韓拿查某咧，奇怪，我唔知得安尼款呢，啲韓拿查某呢 ，OK，แล้ว你等差唔多啲等甲朋友講咩話，如果參啊韓拿朋友個另外朋友個啦，嗰啲冇講韓拿話咯，當然嗰啲是講福建話濟啦，我好似較濟講福建話。冇調法，當然冇，當然較濟，當然就較濟講華語咯。我冇講緊你講福建話。我調當嘅是除了去上咧華文嘅課，你講講華語，你較少講話。我你較讀咧即係咯，我中學 form 4期嘅時間，我一個打波讀長人冊咧。哦，一出嚟嗰啲查某，所以你班內面嗰啲是查某，全部是。你關係啊咯，你知嘅了，知嘅小妹，所以關係一定查某參啊。是。哦。因為我爸講你使8項你使揀，敢若一項你袂使揀，就是長人你定來讀。哦 ，OK， 你愛讀下邊科咩？會使特別長人定掉特別 compulsory。對，我爸是這樣講，所以就變做將我是讀甲 form 5咯 ，form 5考我們考長人。SBM 嗰時 SBM 考長人。OK， 我咪是考長人，特別談 B7。你記得談咩form 5？你是講 class 啊？嗰時冇 SBM 嘅事。考 SBM 啊？你講即係長人啊？長人時陣是叫 C 啊，我都冇咩記啊，時陣是 C 啊。我叫 B7。B7 是個字。B7 咯 ，B7 就是 C6 啊 ，B7 咯。好似啊，我先是 C6 啊，我先是。你幹嘛未？你未？我淡薄。特別冇啊！你隨起來 credit 嚟講，你是
贏我只隻啊！你 B7是冇教你 credit 一直 keep 嘅咋嚇，8啊，8啊，歲8啊，แล้วF9 就是冇 fail 啦是。哦，係啦，差唔多啦，成啦，好似咁事啊，你講啊，你攰到啊！你幾歲啊？你教我開車差唔多，你大我係是你大我幾歲哦？我四都我四我2歲，我係記得差唔多。四我1歲啦，我74。都唔是73咩？冇我74，所以四我1歲，我記得警察1歲咧，我記。OK， 所以咱年代是像嘅啦，咱嘅。成話嘅啦，年代鬼差唔多像，了就是講只厝邊本啊，咱比較你想咱當今較 modern 嘅 society 係咪物件？比較你咱頂到讀冊成話啦，甲咱厝內做物件成話個了，真我清差只濟，我係啥感覺到 activity 係物件啦，清差只濟嘅。係咯，古邦，就講啊，古邦冇電話，啊冇電腦，所以。你愛聯絡朋友，你一對厝愛聯絡朋友是真艱苦啦，除非你是住成啊甘榜嘅，隔壁厝邊朋友你甲伊參。無你就一隻真無咧，就是參其他嘅人。了外面好佚佗，拍目咕哩啦，爬樹欉啦，掠魚啦，你有影無食誒啦，了。無別項佚佗誒。你會記你幾歲時？你幾歲時去考摩托？我冇當時17歲 ，Form 4，17 Form 4。你讀念武課？我讀念武，好似剛剛開始讀念武。我冇讀念武，所以。凡那學嘅，剛了讀念武費用是真少啊，念武費。所以了你幾歲大擺？你真學大擺點先起到大，還是你頂到咁崩嘅時已經自己曉打呢？還是？我甘榜時就有打咯。我只朋友，我年冇時就換車咯。我年冇到換車，我年冇換車出來啊！有個換差唔多放彎就換羅哩咯。你係咪似在機啊？面可能哎呦死地講，係咪數啊？人，真冇嚇！你在機啊？你是做咩事？羅哩是做生意係咪？好似無在面啦，像我爸畫，我這邊啊嘛，畫了，爸講來，學學畫，好似本是有驚死啦，一馬打無你坐啦，好似。哎呀，是馬打咧都馬隻個邊啊，咯是。你話你畫，我remove 到三號車，所以我考車時真爽，我考車時，啲人講唔知學車學幾多嘅嘛，咱古邦。然後我講免啦，我學買學會使，伊講別啦，做唔得學幾拿刀啦。我講學攞刀好啊，攞刀伊講會咩？我唔知啦，學咯，刀出攞，刀學北京嘅咯，攞刀啥刀啦？我學北京時學攞嘅呢，伊個教車嚟講，你哋要學啦，伊講自己學。我講你刷路位啊，熟哦，做咧，迄個 drift 啊，哇！胖！攞一話嘢，家姐人講，買啊！伊講等我車歹嘅。你就是講你from你17歲嚟講，你就會使換車本啊嘛，所以你考車做隻啊？冇，好似18歲。18歲。先考摩托咧，隔一年個考車嘛。OK。所以有摩托嘅先了，隔一年去考車咯。考車是去學車嘅時陣。我以為我學攞刀呢，一刀是出路去教我去換，一刀學北京，有冇啦？一路去考車一刀8。然後考咩？你咩這裡咩叫咩去山啊？看你冇 OK 啊？你叫咩啊 ？slope。唔知咪幾啊？古邦去山個出路，特別你經驗咧濟啊！古邦個無，當然個好啊，當然個好多誒。古邦咱個手嘢誒，對。鐵嘅山啊，哎呦！你放 glass 淡薄，放 glass 淡薄，你都雜油哦，蠟油淡薄 glass 擺放個了係拖啊掉。你哋試開衝錯就試開嗰度解啊，淨係講啦。
當然型啊，當然嗰個間接嗰寫字啊，有個好多，哎呦，夠型啊！咱古邦啦，你考嘅時嘛是抽嘢嘅。對，你話我都考嘅時，本是特別拍機嘅。當然換抽嘢嘅啊，唔知有換啊，嗰古無換啊。我跟你講，成個搭架車呢。我食久無換吼，但風險定之要山車啊，時我去我過去過搖。但是你搖喺大隻咯，你 class 街慢慢放啊，你未練到你大面嘅嘛。佢直接喺度喺度搖。啊，冇事，我冇搞一陣間，笑，而且古邦真爽，古邦嗰啲係你冇好知道嘅。然後佢嘅中學嘅時候是，你成日講參朋友啊，係咪講是朋到啲學堂嗰邊捌到嘅是外口參朋友，但安怎去交插啲朋友？你是講到學堂嘅事啊？差唔多中學時啦，你外口有個朋友還是？我外口真少朋友嘅，外口就較濟參學堂嘅朋友嘅。有時中學時，就攞一邊讀冊，了同時去做工，即個拍機針。所以我無咪參人，有時無咪去參人。嗰陣時去學堂了，就對厝做工。對厝了，同時去做工，拍拖啊是中學時。中學時放快嘅時咯。有，然啦，無咩啊，參人無咩參人嘅啦，人哋去基本是學堂嘅，而且較濟是學堂啊，當然，嗰時你愛出都無呢方便。然後你愛交朋友來去基本是甘榜下面嘅，愛較遠。社交卡你即圈子較細啲。而家當然無相啦，當然有電話 WhatsApp 人在美國，然後你當然人在美國，一個號咱嘛是去看。講個亂。古邦是乜啦有哦，古邦講拍一個電話就半死啊。係咯。係啊，所以喺交朋友較艱苦啊。當然個叮的，個 search around look around 嘅。佢甩者，佢甩咩？咁當然古邦乜啦古邦較單純啦。生活。較無呢節彩。但是上次等佢是古邦真爽。你會記講，你會記，但你有講嗎？還是有啥到底掛好是得咯？我搬出來嗰時，我係講媽就離我隔條街呢。我呢？我呢？我這個甘榜那邊食個咧，我係食啊，你個。家己人個大上隻甘榜誒。你新厝當然夠大條。即變做你公厝，你看你媽大明，你個叫大。我個外買。所以你無看家己另外是就是到底你家己講，細漢個大漢嘅厝啊。對，我係買，我係只人個了價啊嘛，村當然咪村我個外買咯。對，所以你大一間厝，你係邊厝幾年啊？你大？即屬於新厝啊啦，即是新厝30幾年哦，新厝30幾年。但是若是這個地，我係講多個當今呢，就是1951年個當今咯，差不多70幾年哦。哇！你講新村嘅地啦，講下你講嘅告訴下，你講是唔是到中國來，還是你講到本地？我係講是到本地出世嘅。我係太公是到中國來。OK， 所以我太公來是10幾歲呢。你知你太公嘅告訴我。我太公嗰時我無咩知，我係怎講啊？我係爸有講起介紹呢，但是無咩無知呢隻。就係講伊來10幾歲來了到馬來西亞真濟所在，去過怡保啦、去大陸啦、河豐啦，了來檳城啦，安尼物件咯。你知到一間會來啊？中國？我知，我是南安啊。南安你是福建人啊？福建人。
但是無甲中國嘅人聯絡過啊。我係泰國來是細漢嘛，十幾歲了，你就無地址無社團去啊，你實際就無甲中國嘅親戚有聯絡啦。無聯絡，就唔知係咪要500對迄歲。我係泰國500對過，我係講入面講咯，我係講了，我係爸阮古邦愛去對迄歲，都驚嘛古邦就聽到，我係爸攏90幾年嘅時啦，都講雖然中國對，但是有時都無咩敢對去嘛，有時誒就是中國比咱無好嘛，所以咱真去一日著愛累嘛，嚇，愛累啊，家己人在甲你講，當然你使吹啊，當然去甲人拖。當叫佢哋去搬騎去，都想講，哎呀，講有老掉嘅啊！來南洋淡薄送都來。所以個有兩同嘢都對去看啊。是。所以就變咗無對去咯，無對去，阮無聯絡，無咩，一頭無嘅啊，就喺另外吹。這是你爸名啦。我爸名，我媽是潮州人，但是伊是河南，像講。伊嘅親生嘅爸呢生過真濟囡仔，叫做荷蘭嘅。我係若是個真多對親，叫尾有真多對啦親生。我邊有13個某，然後舅甲姨呢參加10幾個。哇！所以我都唔知到時你是大姨、小姨啦，甲是二姨、三姨，唔知，我覺得叫姨呢。不是我大我想多數家，伊本是多數家。但是唔知咯，唔知到時你是大嘅，到時你是第二個分袂出來，幾多隻啊？10幾我接你啊。但是真濟阮過身啦，我姨真濟。搞了本老了。แล้ว你馬兵咧，你馬爸爸是馬來西亞出世，特別你講你外公。嗰邊我就冇咩知啊，我你馬兵我外公啊，就冇咩知啊。好似萬事冇呢親咯。所以變咗你冇去講安尼字。因為馬家己都冇，你本人嘅你根本冇咩知你嘛。對不啦。แล้ว我係買詞，我係買呢是怎講啊？我係這個詞我係買這個講呢是唐人嘅，然後下晡是雲南。所以變咗我細漢就教我這個叫阿島嘅咯，我係島是雲南嘅。然後古邦唐人嘅雲南多咗隻免治飯嘅嘛。I see，無想講真打特別教應。但是伊是無教應嘅，是講對爾咯，然後就對咯。我叫多貴姓嘅是本100歲咯。哇！如果是個教人多咗隻，這是你馬馬啦。大波咯，特別爸是唐人啦。你馬就講伊領養伊爸啦，養母啦，養母是雲南。然後伊講雲南話到處，講雲南話，伊福建話真好久呢。了亂計講話，咁講雲南話啦。講雲南話。了貴姓嘅是1990伊貴姓，伊貴姓是101歲，102歲。哇！你往教學你下次去處理嘛？because 伊是會教書，伊是會教，然後就叫伊多陸軍做貴姓嘅啦，然後就叫下次來 settle。你會帶到啲你帶到啲樣嘅，即係回家等咯。伊個下次就啲警隊嘅籬笆邊啊，為講我條啲警隊籬笆，我唔使接啦。我唔使接那邊嘛，所以我咪都過籬笆過口看咯。OK，嗰時那邊念經念了下喺多邊啊。你下次本唐人嘅，伊是一番嘅。I see。你咁樣講華語好少。I see，這是你馬兵啦 ，OK。แล้ว你爸爸成講你馬兵，伊成講伊
像企业诶家庭内面有别哩上个兄弟啊，还是跟那里我嘛一个甲我嘛一人哦，所以变做上可以一个爸母咧，一个囝然后伊几岁时，伊去。闽南baby 时咯，baby 时，几个月呢。所以 actually 咁正嚟講，就是啊，讓家己是親爸母是伊領養伊嘅 family 是伊親爸母，可能都唔捌拄過伊嘅一個。伊10幾歲甲認到對迄個生病。哦。10幾歲甲認到對，所以變做無咧親啊。所以亂本是較識咯，亂教一個督甲伊嘅即係。但是我會講我無看到，我講過世嘅時我未出事過。哦，所以別個你講一個識甲你督啦，對你講都無啲啊是。哦。แล้ว無有大我人感崩哦。即係講我係病嚇你督。我督我飼雞時無咯，然後起一間厝時起一半伊過身嘅。哦。本來是講起一間，即第句講是老厝伊大嘅。哦。伊一人住這邊，然後我就飼雞嘛，然後就是講愛起過一間厝，然後愛咧，結果起一半伊就過身了。咁細就衰，咁細講緊情侶裝。你少咯，哎呀，無法靚喎，咁細啊！啱咯。Oh my god！แล้วOK，so 你讀冊中學時 OK 啊？你讀冊，我是看你是貴驚啦冇？數啦，我讀冊講真教無啦，數啦。迄個半天掉啦，愛歹也無，愛幾頭教讀冊也無，安。了到底中學時有上個講有拍算想要做咩工啊面啊，可能有未？有興趣啊咩物件？我好似無，好似興趣啊咩？好似興趣運動咯，打毛球啦、拍杆啦，即個咩啊，射八達哥啦、拿球啦、玻璃波啦。電打球，我電打球中學時我舉第2名。哇！拍贏韓拿喎。哇！真刺激，韓拿學嘛，所以真濟就是佚佗，幾人啦拍球啊咩球，伊個了好似有球就伊啊。冇想我啦，我隻球就是走嘅嘛。對，哦，咩球本伊啊？OK。football 本拍，啊咩 tennis 本伊啊咩伊啊，無像無伊啊，是球就伊啊。你讀冊時你有寫暑假蝦米課啊？讀蝦米？讀一課你暑假？mathematics 咯。哦，搞到邊？我 mathematics，我 mathematics 是有真濟人是安怎啊？無教我，因為伊個 mathematics 輸我。哦。你就贏我咧，全路長在個了，伊贏我。好笑嘅啦。所以你是出名個 mathematics 好嘅啦，搞算小啦。然後就真濟啦，然後有當班啊咩 mathematics 就未曉就是嚟我。哦。然後因為我捌大class 入面甲先生argue嘅，我講對伊個answer錯。argue 甲你了去外口時，嗰個 argue 嘅。因為先生唔係認錯嘛，然後argue。結果伊謝，伊知講伊錯咧謝。佢未落台，別解嚇。佢未落台啦。咁啊，咱後記咯，唔係關你咯。我等未落台，佢都係學咱。你咪是，你出嚟讀大學時有想講話要讀關係甲 math 物件？冇啊，我嗰時讀 business。business 嘛是淡薄啊，淡薄 math 物件。淡薄啦，冇講安尼大咧。哦，你冇想講要讀噶，成個冇去做高登啊，還是去做咩architect啊、scientist 啊咩物件讀嗰啲物件？因為中學時我冇讀教嘅嘛，我教唔捌嗰啲，未白。冇想啊，水物件即係唔是講 math 嘅時候，就是高登就是好啊。因為一水就，但是伊個 match 嘛，伊個有因有out有啊咩啊，我笑未見。後邊就拍緊你啦，然後就未見你啦，後尾笑就未準你就對啦。然後後尾去
大學要讀 college 啊，要讀college，但係你 SPM 貴嘅是考出來安怎成績？不是啊，不是，無講真好啦。我未接到我考未接到，我未接本，我考未接。誒，我考我特別考 Form 6嘛，你冇讀 Form 6啊？你？我咪讀 Form 6嘛，我就走去讀 college。我喺讀 Form 6一點咯。真係好似冇咩想喺讀 college，冇咩想喺讀 Form 6。就係講冇咩接嘅，冇咩。咱古港嘅人人少咧，多就少啦，人嘅事。少啊，少多少，但 means 講你要接tan多嗬，是真歹接嘅。對，所以你而家愛真正好，你而家真好，那個是咱古港嗰時，你愛下面你唔代表你定係讀掉。嗰時個半年你讀到半死2年啦 SPM， 過了半路你明日你唔愛，少。所以我根本上就去讀 college。OK， 你按照吹掉一間 college 要讀係咪考？梅人好似梅人咯，這邊啊好頂啊，有反正 college 咪去過咯，過了啊，凊彩啦，想啊來去感覺冇咩正差，咁讀4碼好似搭坐巴士來回嘛，你記，咱個講一集那是坐巴士，對巴士，耶，到這裡耶對巴士。我記得我講對巴士是笑個巴士，下面是對。哎呦呀，好久。耶對巴士。耶對巴士。耶對巴士。啊，你唔記啊？耶對巴士係紅色嘅，紅色。有咩來？對巴士對，唉，就死啦！所以你是讀冊嘅時候，你讀冊時你是到啲北海大山卡坐巴士，按照講頭一班嘅巴士去到船頭，咱坐船過了，就嗰隻坐你嘟巴士，坐嘟巴士到4萬9里咯。哦，嘟巴幾號？93，你坐幾？你幾號？其單就冇啊，咩93、97，為哪裡？嗰度有貴啊嘛。93是南擺嘅，94號94號加102。啊，107啦咩啦，都有貴嘅。你知唔知邊啲福建嘅 logo 啊？我 design 嘅時候，就是因為我要對我102嘅巴士色是紅色跟黃色嘅。所以伊個色甲紅黃色，因為伊隻眼看到，我記我 design 時，伊隻眼看到，你在你回者，紅意思，唔知是黃底紅字，所以我只看到我都會看到我巴士，我不插我坐94號還是102我冇坐，特別我會記是紅黃，所以我做 design 時，我講我都未做 something 好只眼看到嘅，所以我色變咗紅黃，就是看調掉。哦，嘟巴士學來，嘟巴士是，唔是巴士色，是巴士白色。白色。because 是藍嘅嘛？啊藍，淡藍咯，淡藍啊，嘟巴士好笑。誒特別你是坐去北海坐過來，坐 ferry 過來，然後 ferry 到攤坐嘟巴士咩？我哦，嘟巴士頭搭 ferry 要攤起嘅，你喺邊個攤起啊？對啊，伊裝嘛，好似裝嗰一個熱啲嘅嘛。對。嘢嘟巴士下面嘟巴士上面巴士嗰啲本是多邊嘅嘛。嗰隻落來就是看到佢單用冇啱，單用獨講下面幾就是起就掉啦。94、95啊，起就掉啦。點解隔咗個巨蛋冇落地嗰隻嘛？對，咁你特定位坐93、94、102，咁咧會貴，咁咧有貴。係啊，咁咧貴，現在起就掉啦。然後好時真濟人坐咗。好似嗰時你叫咩啊？北京館啊，北京館對，而家坐查某嘅嘛，查某派嘅，所以你
第一爽嘅物件就是啥物，真濟查某看。即係你攞車，你是北京館成教是司馬考的成教。北京館成教，但是離是嘛無會嘛。伊一站間兩站爾就夠了嘛。有你等於是本上，等於是咱先坐，咱誒北京館嘅放學咧，就是去巴士過啫。其實真濟人好似，假如本時嚟講過嘅，假如去盡頭坐 ferry 對北海坐。咱會聽眾毋知是有人有講讀北京館嘅。查某水水查某讀北京館。攏一人在實際是山湖嘅小學朋友，毋知有小學朋友，有可能會拄到嘅吼。你看無毛病啊？你真係無毛病哦。伊變咗學嘅毋知拄到就係親戚。行，但是袂，我小學嘅朋友，敢若是講潮州話嘅。因為好似讀華多是敢若潮州人嘅。華多潮州人嘅，我潮州話是多邊好嘅。所以邊啲方面應該是較少啦。華多知哦，華多嘛是。咁你知華多？哇，算個八甲係咪咧？對。我係幾乎讀算個八甲開 clinic 嘅，老官。你知道？喂 ，maybe 你唔知啊？但是你當然個知，當然你個識㗎八甲哦。我知，你是有辦法是有開咧，嗰是落來開只幾年哦，20年，一世過嘅。過嘅啊？嚇，樓下未落曬。過嘢我都冇咩知啊，過嘢。伊是 actually 伊無名是個Dr. OK。其實冇咩知，我睇講好 Dr. 好啊，有講我點樣都好有。伊就開20幾年哦，都明。20幾年 ，before 我來時就開啊。before 你來就開啊。before 來美國就開啊。學到所以學到就係，就學到就菜龜啊，咪有隻鴨毛啊。釣魚菜龜啦，嘛是話。對，你是釣魚對。釣魚菜龜。maybe back side 你會別，就係 maybe 是釣魚。宋亞巴，特別宋亞巴甲唔是包括華多咩？華多新村。水本啊，宋亞巴甲本是釣魚啦，這個本是宋亞巴甲嘛。想看啦。我知乜大宋亞巴甲腦筋冇上處嘅喎。是哦。我已經特別係我。特別我讀下時，我已經讀啲 KDU 讀出來啦是。特別我有去宋亞巴，我想我教我知道過嘢大漢嘅，就我嘅嘢學生嘛，頭大漢咯，你我鬥過。所以你幾乎是算是是教嘢人嘅。唔是，伊是大啲，唔知伊只是大啲，Citra 嘅人，Citra 是到啦。你要再嚟去宋亞巴甲開 clinic 嘅。樣先呢 ，because 我一定到樣被開 clinic 嘅時啊，我記得樣嘅老官了，樣只一定嘅老官，在講大陸嘅 market， 有一個想講，伊嘅老官唔知是一個老長人老官要退休啊啥物，所以變做有一個 market， 因為若是講有一個成一定到開時成一出名是一個。咩只個哪嘅老官係啥物？所以人講長人愛看長人方便講話，所以伊講有機會啦，會做啦，還是所以還是咪是去嗰邊開一間嘅咯。但係康美魯唔是康美話。講講嘛，你直講我咧聽上個了就線了嘛，聽無耐就線了。When I was 2 days ago, I just replayed. I mean, chicken girls coming. 對，巴士講定住，男細講定住話你嘅 replay，特啲 clubhouse 是有辦嘅嘛。伊特別有 replay 辦舊嘅 episode 嘅了嚟聽。喲。都巴士咪真貴啊嘛，是5年嘅，5年啊應該是。特別是都我看了，5年啊，先巴士下。Yeah, okay. So then 你去讀，係咪讀 business？每等人讀 business 係個。
business study。business study 睇做咩？做經我嘛唔知，理做咩？唔啱嘛唔知，我看到隻 business 堂就讀。想了睇了，古幫我嚟曉想你字，古冇想得幫我唔知。等啊！哦，哦，你即想誒，一個 business study 個面面 business admin 係咪鬼？先啦，business study 啦，現在啦，經濟你得啦。安尼講安尼對咧，睇。你古幫誒 info 都冇你字嘛？你當然我在 online college search。嗰邊冇講就係字本身 college 嗰時。你愛問又未曉，愛問人也唔知，當然 search online search 就曉，真濟物件 info 知。但古幫可能有。古幫現在有咱讀就好啊。你讀到即係時成安怎成你成話到至過嚟過北海，就對點正去啊，就你 travel 到。我是頭是水厝大邊嘅，大是嘛？嗰啲是後尾呢，後尾一間古別店嘅樓頂。你到古別店樓頂真熱，熱咧未凍。我去大差唔多一個月，差唔多一個月，嚇呢就買水啊，未凍，但係嚟回。哦，你一頭冇水厝啊？冇水厝啊！了過了差唔多半年幾啦，應該是半年幾嚇呐。我就家己搭摩托咯。哦，當陣搭摩托去西馬讀冊咯，但係呢就會啊，就估啊，你就搭點摩證。免啊，好似車門咧，坐搭摩托差唔多45分鐘啦，免到10分鐘啦。哦，多數較大概去免到點鐘阮就夠啊。免啊，免到10分鐘，好似車門咧坐。冇搭車咪好。會冇搭車，摩托叻就行啦。是講上無是拄着大雨落雨嘅時。淡啊！我哋淡嗰邊見啊，啲幾大橋啊，伊風吹啊，都成日佢人喺背嘅咯。哎呦！幾大橋喺邊聽啊，或者河拍喺呢邊。好嘛，然後我咪啦，一爽啦，刺激啊，然後古幫下面物件要做嘅啦，你無搭車，朋友招行拍毛球，我就到大家搭摩托去個邊頂拍，跟住嗌搭拍毛球啊，拍了拍毛球拍了，佢再對嚟。你到底成個布魯迪谷唔是布魯迪谷，I mean 到底邊頂個 island 你成個來時自己去到去食啊，係咪物件好食啊？我古幫無咧小食。古幫你係大頓嗰邊啊？我係食布魯迪谷啦，咩物件食？哦，啲嗰時來去去嘛是後尾有邊店，無就是較落去迄個嗰啲飯啊啥物，嚇兩幾哪位呢？來去，好時物件無咧食。是嘛？我想去是嘛 college 嘅後尾個邊店是啥物位啊？我想是嘛 college 我到咗位啊？是嘛 college 嚟叫咩啊？咩 Plaza 咧？我見。FEMA。是嗎？是唔是 FEMA？你伊頭前就是當然不知道嗰是白沙咧嘛。哦，即係咩名啊？我見咩 Plaza 咧樓頂嘅嘛。樓價是上加即係 store 啊，即係 supermarket 啊，呢啲嘢嗰啲都係樓頂嘅嘛。誒，FEMA college 是。但係講到啲 bloody good，會交馬大了噶啦。每個每個馬大了一個長車路嘛。伊是到啲伯母都會啦。無水，唔是，伊無水伯母都，伊頭前就是即係 bloody good 白實嘅。哦，伊 bloody good 係白實。譬如，哦，我知啊 ，OK，我知。唔知你 Plaza 了啦，未記啦。對，我知你講咩啊？伊樓梯站咧，對，然後伊 supermarket 就啲邊，對。哎，叫咩 Plaza 啊 ？Plazona 啊？對，我都會記嘅啦，我都未記咯。對，伊是切老餅，伊有保濕費，差別㗎啦，到啲下面㗎啦嚇。แล้ว嚇，如果伊後尾個邊度咪只濟物件食？當今嘛，當今咪比好下邊嘅咧。當
當然會咩 Starbucks 啊，咩講咯，成一排。我嘛較真是都這樣拖，但是都無咩食啦，就食到就慢慢斷啊嘛，趕巴士嘛。不時咱來回愛點幾鐘啊，一擺點幾兩點。Hello，解哦，但係一擺較方，大擺較方便。大擺較方便咯，就是較危險咯。是啊。是講好彩啦。正當無講你坐車喎，正當。正當有無你坐車，正當有無你坐車，當今較濟，當今也是較驚啦無。少。其實我成日講電話靜啊，講到細漢嘅讀冊有電話靜啊事。有時。我冇講到大漢個，講到大漢。講你需要唔一樣嘅字咩？我唔知啊，你咪叫我唔知啊，唔知我俾白掉嘅，唔愛聽我愛聽咧。有啊嗱，你看10幾人看過。10幾人七早八早聽我講我嘅物件，你說？別困。但我聽我要聽話，真係大漢人話咪 juicy 嘅物件咯，禮拜六都咪多難少聽啫。所以當今講嘅正成啊，定咱簡單嘅生活，定到嘅事做囡仔嘅點先係事，嗰個當今有係咪變化咧？你上湖細細尾嘅上湖，但當今大尾嘅上湖，禮拜係咪嘅變老？老上湖，特別都未老喎，你摸個唔會病。你摸話你鐵地就邊啊？淡薄呢？淡薄見，淡薄冇咩病哦咯。哇病，你看哇，你看哇，你看我淡薄呢？如果是淡薄呢？切，你看到整個了，你看整個了白了。是講我可以拍掉啊！是看起來成個 highlight，特別係只是白毛咧。OK， 講個正啦，看你嘅禮拜個都係少聽山湖見到啲會使哇，真係咪叫俾我嘢 ？OK， 感謝禮拜過來再見，各位拜。到底 YouTube 看朋友咧，未記看頂這裡。頂個禮拜冇看到，到最後你看，第一集正，哎呀，第一集正，呢時現條錄音時對同地路小紅響殺出來，俾個上好講話自己同地路，禮拜再見拜。